姐姐你叫咩名啊係，我叫蘇伊瑪， ？OK， 今年幾多歲30歲， ？30歲，結咗婚未？未未。咁啊，你喺台灣做咗幾耐啊？做咗1年7個月，係照顧咩㗎？照顧婆婆，婆婆幾多歲啊？佢83歲，係身體健唔健康㗎？佢唔健康，係咩中風啊？係中風，哦，要幫佢換尿布沖涼係咪？係哦，咁啊跟住佢走咗啦係嘛？係啊，佢走咗，跟住我翻印尼，因為翻印尼就過嚟香港做。係 OK，你喺香港第一份工作喺邊度嚟？係啊，雙歲，上水啊，照顧幾多人啊照顧3個人， ？3個大人係嘛？係幾多歲㗎？ 73同埋76同埋65，佢哋3個健唔健康㗎？有一個唔健康嘅，佢有心臟病，有心臟病。係哦，咁要唔要幫我哋換尿布沖涼㗎？我淨係幫佢按摩，跟住幫佢着尿片。哦，陪佢嗱，去嗰個係男一女啊？公公公公嚟嘅。係 OK，咁又係要洗衫煮飯買餸啦，係咪？係好啦，咁嗰度做咗幾年啊？做咗5年6個月， 5年6個月，有係咪其中一個又係走咗啊？係咪啊？係咁啊唔使工人係咪？係咁你第二份喺邊度啊？係攞黑白哦，嗰度照顧幾多人啊3個人？3個人，有幾多歲啊，35歲同埋36歲同埋50幾啦， 3個人係嘛？係又係洗衫煮飯買餸係咪？係你識煮咩餸啊？蒸魚、煎蛋、炒菜、煎雞、蒸排骨、煲湯，炒菜炒飯係咪？係好啦，同先生太太拜拜啦。拜拜。